百年老宅，茶香4日，中西交匯，文化共融。澳門茶藝專業人員協會主辦嘅國際茶文化嘉年華2025澳門系列活動今日開幕，一連3日喺鄭家大屋舉行，以茶為媒，續寫灣區文化新篇章。活動特邀安徽省祁門縣人民政府及優秀安茶企業來澳推廣祁門安茶。安茶係黑茶中嘅精品，佢係一款歷史名茶，喺東南亞同埋港澳地區好受歡迎。重現100年前濠江安茶文化。今年新增茶與非為主題，邀請市民喺百年老宅中品味茶史，觸摸匠心。系列活動豐富。咁我哋啱啱表演嗰個係我哋一個粵韻壯心啦，我哋嘅主題係叫，因為我哋呢邊嘅話咧，粵劇仲有我哋嘅茶文化都係一個嶺南文化啦，所以嘅話咧，我哋今次表演嘅話咧，我哋就以翻嶺南文化為主嘅，亦都結合翻我哋嘅茶藝啦。透過一盞清茶，令不同國籍、種族、信仰嘅人群聚在一起，深化文化交融，一同感受東方魅力。咁今日我呢個新裝扮呢，係裝扮《霸王別姬》入邊一個好經典嘅角色虞姬啦，同埋舞劍嘅，係啦。粵劇呢係我哋南方嘅嶺南文化嚟嘅，所以呢亦都大家知道粵劇嘅魅力啦。睇啲新裝扮，所以可以大家嘗試下㗎。從茶到研習到跨界創作，共同推動澳門文化城嘅多元發展願景。